共39号的演习，再去伫咧桃园机场实施着反空机降的操演，甲企图要来夺取着机场的敌人，甲消灭掉。这嘛是有史以来头一届伫咧桃园机场做演习，这个机场配合着演习是管制空隙一点钟。 打扮做敌军的特种部队，坐4台乌鹰直升机突击，含敌军走到闪逃的特工人员，想要攻下桃园机场。2台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出现伫咧机场天顶，无机压制守军。 陆军206旅派超2摆地面部队反攻扫动，成功消灭敌军，甲桃园机场的控制权夺走。汉光39号演习实兵操演第3天，国军伫咧桃园机场演练反空机降的作战，城镇的民众伫咧附近翕相。今年汉光演习在桃园机场登场是史上头一遭，因为桃机是重要关键基础设施之一，桃机也特别因此来管制空域1个小时。我方的兵力没有办法轻易的接近到这个地方，对攻击军发起反击的话，它可以运用这边的现有的跑滑道设施运用这个他们的运20运输机，然后运输这个重装备前来。一架运20可以运输1辆99大改主战车我们在进行首都防卫作战的守军来说，就会有非常大的压力。 26号一早嘛有派人提步枪，占领台北车头大厅，甲民众压起来。台北市宪兵202指挥部收到警察通报了后，遂出动大势派人，将看到的炸药送到抗敌的所在，会崩溃。 甲伤者送去病院，军警消同齐合作。操演的过程内底，敢若有 AIT 人员出现。除了台北车头，25号半暝啊，宪兵搁伫咧台北市万板大桥附近演练封锁大桥和守备作战。防范敌军弄米来都市区，唔但要保卫关键基础设施，嘛要保护中区安全。 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